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一起来进入路加福音第17天的共读。昨天我们从第10章的前半段讲到耶稣差遣72个学生，而在这当中他们传道所带回来的喜乐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十章的后半段，从路加福音的第10章一路到第19章的前半段都是讲到耶稣最后半年的行程，特别这半年当中，耶稣差遣70人，以及今天我们会读到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还有后面一直到医治驼背的妇人，使拉撒路复活，医治个大麻风，门徒争论谁为大，医治瞎子撒该信主，玛利亚高主，好，拿到骑驴进耶路撒冷圣城，好，这些都是在耶稣最后半年的事迹，也是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的非常的详尽。我们今天要来看第10章的25到42节。有一个律法教师，我站起来试探耶稣讲：老师，我着做什么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耶稣应伊讲：律法有写什么？你安怎了解？迄个人应讲：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力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应了真对，照安尼去做，就会得到活命。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，就搁问耶稣：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耶稣应讲：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强盗，因拔伊的衫，搁甲伊拍到半死，然后甲伊放下地做因去。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，看到迄个人就闪对路的边仔迄边过去。相款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，看到迄个人嘛闪对路的迄边过去。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，一个看到就对迄个人心真毋甘，搁惊活去，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，搁用布甲伊包扎。然后甲伊扶去徛家己的驴仔，带伊去旅馆，甲伊照顾。隔日，伊摕2个银仔交互旅馆的头家，交代讲：请你照顾这个人，所费若着较济，我倒来的时会报你。耶稣问迄个律法教师：你想，这3个人，倒一个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？伊应讲：甲伊任命迄个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去，照安尼去做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故事，记载。那只有路加福音才可以看得到。那前一段是讲到耶稣说讲到神把这一些天国的事情呢，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，却向婴孩启示出来哦。那这律法教师呢，听见耶稣讲到天国临到了，神的国临近了，那他思考的就是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？怎么才能够进天国？所以这个是连贯的。那耶稣问这个律法教师，说律法书怎样写？那这律法师引用的是申命记的第6章第5节，还有利未记的19章18节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。那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哦。那尽心尽性，这个心就是用你全部的心，性呢就是你全部的情感，或是你的魂，指的原文是指魂，或是你的生命力。尽力呢就是尽你所有的能力，那尽意呢就是你所有的理解力，或是你全部的头脑，全部的理智，要来爱神。所以呢，你要想尽办法去爱神，才能够承受永生。第二个步骤就是用爱神的这样子的想尽办法来爱邻如己哦，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。所以这个条件呢，显然是不是容易达到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律法教师回答得很好，用申命记第6章、利未记19章来回答，这就能够承受上帝的国的永生。耶稣说：“你答得对，照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”
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只要在旧约活在旧约当中的人，但是呢，即便他没有听过耶稣基督，没有接受耶稣的洗礼，但是他只要按照律法书、摩西五经、生命记、利未记的要求，爱神和爱人，那这就是永生之道。但那个人呢，为要表明自己有理，就又问耶稣：怎么叫做爱人如己？谁是我的邻舍？所以，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，好，但是呢，路加也有看出耶稣好知道这个律法师他在问耶稣这个问题，是为了要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哦，就是耶稣称赞他，耶稣大部分都骂很多的法利赛人啊、经学士啊、好文士啊，但是呢，对这个律法师呢却是称赞，所以他想要进一步的说，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好像他要来考耶稣，但耶稣呢，好，他用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。好，那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熟悉。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，这个祭司呢，还有这个利未人呢，那他们都是活在这个利未记当中。好，按照利未记的要求，就是要爱人如己啊。好，那他们也是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，好，应该就是要爱上帝。好，那但是他们只有做到爱上帝，好，因为这个祭司呢，为了爱上帝，好，大家要去圣殿里面服侍工作。这个利未人呢，他也要去圣殿里面帮忙，也是为了爱上帝，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。所以，他们对于人的需要、上帝的需要，他们是有热心；对人的需要呢，却视而不见。撒玛利亚人，好，那他不是不爱上帝，好，因为我们读约翰福音也知道，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在基利心山那边来敬拜神，好，那他们是被掳归回好之前好的这个后代。那他们看了耶稣，但是呢，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被强盗剥去衣裳，打个半死，好，然后倒在路旁的这个的这个呃犹太人呢，犹太人他却动了慈心了，好，动了慈心，这也很像这个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好第4章，他对这一些的人就动了慈心怜悯的心，他不仅用油用酒倒在伤口好医治，好那是代表医治的意思啊。然后呢，替他包扎，然后还让他扶上自己的驴子牲口，然后带到客栈还过了一夜，第二天给他老板2个银钱，等于是2天的工资，好，请老板继续照顾，好，如果费用不够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会继续付清这一些的费用。那耶稣就反问，好，那这个祭司、这个利未人，还有这个撒玛利亚人，哪一个才是这个遇到强盗那个人的邻舍呢？那可见呢，律法师他的邻舍，好，就是他的左右好朋友，法利赛人啊、撒都该人啊、经学士啊、犹太人啊这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，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，他的认知只有到这里。但是耶稣打破这个经学士的认知，你的邻舍不是只有在你一起上班的地方，而是你的身旁的人有需要，而你能够停下脚步，好去服侍他，他就成为你的邻舍。那更扩大来说，每一个神带到我们身边的人，与我们接触的人，好，只怕是一面之缘，只怕是一个陌生人，是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可是只要我们动了那个怜悯之心，动了慈心，那这个慈心呢，就可以让世上的任何人成为我们的邻舍啊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关键点。好，那耶稣就告这律法师说：“你就照样去做吧。”好，那我们再看38节到最后42节，耶稣甲门徒继续行，耶稣入去一个枕头，有一个妇人叫做马大，甲伊接待。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，坐伫主的脚前，听伊的教示。马大为着接待代志真多压杂，就来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在梦，你哪会无要无紧，叫伊来甲我斗骹手。主应伊讲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着代志多，得跨路操烦，所需要的只有一项。
玛利亚已经拣到上好迄份，无人会当甲伊抢去。好，这个马大马利亚的故事啊，这也是只有路加福音独家记载啊，其他的地方看不到啊。但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前，好，来到这个拉撒路的家。好，那这个姐妹还有个弟弟叫拉撒路，好，他们就是住在伯大尼。伯大尼呢，离耶路撒冷好也是不远的地方哦，好，不远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呃，可见呢，这个时候耶稣呢，他们是来到了这个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哦，好，在这个伯大尼。那他们继续往前行，我们要先回到第10章的一开始啊，耶稣差遣72个人，这72个人回来呢，好，那他们就继续的往前，好，那所以呢，来到这马大和玛利亚的家呢，好，我们可能不是只有想说耶稣和12个门徒，其实还有72个人，72个人之前呢，那还有那个第7章讲到的这个。第8章讲到了很多的妇女啊，好都在供给服侍耶稣哇，所以这一些人来到这个伯大尼，这个马大接待耶稣到自己的家呢，可能也要接待不少人，好，所以才会要要做的事情多，心里忙乱哦。那马大做这个事情好不好呢？好，非常的好，是按照圣经的教导，就是接待出外的人，好，接待邻舍，好，接待寄居的。好，那这个也回应上面一个比喻，好心的撒玛利亚人。好，那很多可能都是陌生人。好，马大和耶稣之前没有见过面，不晓得。好，但是呢，他愿意接待。可是呢，在这里又有一个比较级了，就是马大做了很棒的事情。但是他的妹妹呢，却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道。好，那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好，后来马大呢，因为事情太多做不完，就打断耶稣的讲道，叫耶稣去叫他的妹妹来帮忙马大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警惕。好，当在做礼拜讲道的时候，好，楼下的爱餐，好，突然没有瓦斯了，然后呢，就跑上来，好，打断这个台上的讲道。牧师的讲道，那牧师没有瓦斯了，你可不可以叫某个长老去帮忙叫瓦斯？好，同样的荒唐的事情，我们大概就知道马大在这里好去打断耶稣在传讲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智慧的事情。但耶稣显然也没有生气，耶稣怎么说呢？马大，马大，好，所以把他的名字叫2次，好，其实就是语重心长的意思。马大，耶稣其实也是很爱马大，好，那也是很为他很看重，因为他真的是用心在接待，也很辛苦的在为大家准备各样的东西。你为许多事情操心忙乱，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，哪一件呢？就是你的妹妹所选择的那一件。你的妹妹玛利亚已经选择了，已经选择，就是这个事情是她已经做出来了。其实玛利亚到底有没有做什么？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做，可是已经选择，就是她已经做好了。好了，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。好，那这不是耶稣叫她做的，而是玛利亚的选择。这个选择呢是最好的、上好的福分哦。好，那这个原文福分呢，好，没有福这个字，好，是算好的一份，所以就是一项，好这个一项或是一件，这个是原文是那一件。好，那玛利亚选择最好的那一件，那一件呢，好，通常这个字可以用来是分配的土地。好，他选择的那分配好最好的土地，或是继承的产业。好，玛利亚选择那最好的继承的产业。好，不是只有指那个福分。好，所以那个福呢是有一点会让我们做错其他的联想。但是玛利亚选择的最好的一件的土地或是产业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夺走的。换句话说，今天马大在做的事情，马大如果不做，有没有人可以做？有人可以来做。好，那今天马大在忙的事情，也有人其他可以来代理。但是玛利亚在做这个事情，好，才是耶稣他出来传道最重要的目的。好，他希望玛利亚
能够他希望每一个听耶稣讲道的人都能够去传道。所以我们后面再看这个玛利亚，就可以看到说在四福音书当中继续记载这玛利亚，她怎么样用膏去膏抹耶稣。好，那这也是从这边的玛利亚听了道，她所做出来的选择，还有就是她怎么样能够跟耶稣维持那个神所喜悦的关系啊。所以在今天第10章的后半段，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呢？真正的信仰呢，就是能够像好心的撒玛利亚人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，还要能够真正的爱人如己。好，那前面爱神很多人都会，可是爱人如己呢，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。因为那个动了慈心，那个怜悯，大家不见得会让这个慈心来胜过审判哦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跟马大的事迹，那他们是愿意去动去做，但是玛利亚又有一个更超越的，就是她选择那最上好的那一份那一份呢，就是神的道、神的话、神的生命，而马大呢，却是操心和烦恼。一直在焦虑，一直在担忧，神的话都已经来到他的家中，可是他在想的都是他的厨房的事情，好，这个料理的事情，好，准备餐具的事情，还有这个准备茶点的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教会有办福音茶会、福音餐会，那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心力，通通都放在福音餐会、福音茶会上面。可是对于这个还没有这个所要传讲的信息，所要传讲的道呢，却没有办法专注的在那聆听，这是不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，或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？盼望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第10章的后半段呢的2个比喻、2个故事，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好的学习和提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借着耶稣能够承受永生。耶稣教导我们要全心全力全意的爱神，也教导我们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怎样爱神，就要怎样的爱人如己。让我们学习爱我们的邻舍，爱我们的仇敌，爱那逼迫我们的人，因为天父要我们完全，像是天父一样的完全。也让我们在学习爱神爱人的过程当中，能够做出选择，选择最好的那一份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。最好的那一份是能够让神的话、神的道能够落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好土，能够结出发芽、结实、茁壮能够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实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喜悦、荣神益人的生命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愿神祝福大家。